继续来关心这劳工的权益。中营航空的空服人员呢，是因为上班无爽快煞过身去。这公司虽然讲有出面来回息咧，也毋过工会是认为讲这请假制度问题要是无解决，所以打算伫个10月26，中营咧办马拉松活动的时阵，要来穿白衫表达因的诉求，要求公司改善制度。不远的世界现在因为失去了一位伙伴而风雨交加。 中营有空服员因为破病，搁继续上班，尾也不行过往，引起外界批评中营的请假制度尚未可行。虽然中营高层17有开记者会回息咧，也讲会检讨，但是通化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不满公司无直接回应请假制度的争议，所以打算伫10月16，中营办马拉松活动的时，呼吁大家穿白衫来声援。人的代表。 然后向董事长林宝水以及总经理孙家明呈上我们的陈情书，还有白色玫瑰，请2位收下我们的话，不要回避，也请公司正视并改善现行的请假制度，还有企业文化。 另外，针对顶一日民航局长伫立法院备询的时，讲空服员无牵涉弊案，引起争议。空服员职业工会也批评这款讲法是非常无尊重专业。因为一个空服员他进这家公司之前，他一定要先经过3个月的飞安训练，就是开关门或是机上失火怎么灭火，然后万一旅客要从飞机跳slide下飞机的时候，怎么协助他们，这都是空服员的工作。工会强调，10月26的马拉松活动，因袂去伤害任何人，也袂去影响本身的活动，只希望邀请民众穿白衫，打空服员请假无罪标语，用温柔的方式来表示哀悼、表达诉求，互请假无罪，毋那是口号尔尔。记者陈心东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